大家好吼，今仔日是2023年2月18第7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要伫即摆的文化论坛来颁发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奖。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张秀婉。我住伫多伦多加拿大。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要颁发4个奖，有母语传承奖、美教文学奖、白话字奖，甲台语文化大赛奖。咱一开始，咱要先宣调，咱有邀请一个7岁的囡仔林敏乐，大家拢叫伊阿女，伊真贤讲台语嘛。会晓读白话字，咱即马请阿女。台语讲世界，世界才会有台语。欢迎大家参加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奖颁奖典礼。多谢阿女吼，咱即摆的颁奖有得到美国陈文成纪念基金会的赞助。咱即马要邀请基金会的会长刘炳石教授来致辞。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伫1982年成立，有2项重要的事工，就是推动台湾的民主甲人权，以及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所以，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 project 拢是台湾民主、人权、文化，这真重要，嘛真有意义的代志。亲像这几年，阮咧设这个伫台湾大学设立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这伫2年前完工包场请少年咧看电影最近参与的迄个罗马岛15号包场几年前卡诺请善乡的囡仔看这出鼓励的电影进前。牵阮的手，即出电影，阮嘛伫学校包场等等阮的社会关怀奖学金，自从2014年以来继续颁发。读台湾，高中生、大学生读台湾相关的册，写文章比赛等等民主、人权、文化的活动，因为民主、人权、文化，才是普世的价值，是重要。嘛，真有意义的代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语言是文化真重要的部分保留语言甲文化，我想到莫德纳迄个创办人的话这边 COVID 应该有真侪人注到莫德纳的 COVID 的预防针莫德纳创办人迄个阿法燕博士伊的家族是对阿美尼亚来啦阿美尼亚迄个边仔大国困掉的时阿法燕的阿公带伊的家族来到迄个 Lebanon 的 Beirut 1975年 Lebanon 内战的时，伊的家族搁迁徙到加拿大即我听多看真侪咱加拿大人的兄弟所以阿法燕伊是伫 Montreal 读中学伫 McGill 读大学就是恁迄个 Toronto 的隔壁庄嘛Quebec 迄边所以是研究所带来美国读为了保留阿美尼亚的文化迄个阿法燕博士伊到今仔日个一直拢咧讲阿美尼亚的话呢伊个共品讲伊的法语会通因为 Quebec 迄边法语区嘛伊英文会通阿美尼亚的话嘛真认同伊嘛出钱出力保留阿美尼亚的语言甲文化。第三点。语言文化运动是有效的非暴力的运动咱知影以色列迄个以色列迄块土地互外邦统治1000多年啦 ，conquer 互边仔大国甲强权像巴比伦、亚述、罗马帝国、拜占庭、萨拉丁奥特曼 Empire 等等对四线的民族来讲文化运动特别的重要，透过文化运动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来保守家己的 identity
所以落尾犹太人佫有法度返去因祖先的土地建立家己的国家吼。啊，真趣味的是，全世界吼得到 Nobel Prize 的犹太人100外个吼。你知咱台湾一个嘛吼，一个啊伫台湾画水的简单哦。啊，迄个嘿，啊，迄个最后吼，有言是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吼。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继续2年前参与台文通信30档纪念奖的活动吼，啊，真欢喜会当继续来参与世界台湾文化奖这个有时代意义的奖，来继续关心台湾文化，提升台湾意识。简单，以上多谢大家。多谢老教授吼，啊，咱即马吼，咱就要开始咱的颁奖吼。啊，咱第一个奖是台语文化大赛奖。啊，咱即个奖吼，咱有邀请颁奖人是何信涵教授。啊，何教授吼，伊是罗西亚的科学院的博士。啊，伊伫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做副教授，伊嘛有主持电视节目《台语听有无》吼。啊，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何信涵教授。咱的主持人秀婉姐，咱这个文化论坛的发起人梁光兄，共同发起人迄个陈瑞老师何子兄这个大家各位朋友陈文成基金会的代表老教授大家各位好朋友啦大家，阮遮是算暗啦，阮遮是已经暗啊，安尼半暝有诶所在是高早安尼好今仔日啦欢喜会当来担任这个颁奖人啦颁奖人颁互这个阿华赛啦我感觉这个奖啊真有意义啊，因为回顾这个咱的台语运动啦咱一开始啊一开始的台语运动是要拼制度就是我其实是要想对我早起去参加政府办的一个母语一个纪念活动开始讲起。就是讲早起我去台北参加一个母语一个纪念活动，当然在座有一寡朋友嘛拢有伫现场安尼伊这个活动啊就是文化部主办，所以文化部的迄个苏特这个部长有家己去还有包括迄个总统府的迄个主政姚嘉文院长甲周清玉周馆长甲教育部是派处长，就是副部长客委会嘛是副主委原民会嘛副主委去。OK， 就是办这个活动真闹热，有真侪本土语言当互相交流。我伫遐有2个感想啦。第一个感想其实就是甲台语文运动未来甲现代甲现在甲将来以及咱等下要办这个奖互阿华赛拢有关联啊。我一个就是讲咱的本土语言已经得到政府相当的支持啦，相当的支持，所以你话中央部会相关的部会拢有来嘛，拢有来，而且因拢共同出钱，出力。咱即马其实若要有啥物本土语言的资源中央政府拢会拨对啊，所以咱的台语运动已经有一个成果安尼，所以因为咱嘛有法律啦，有法律有电视台，有一寡保障的一寡物件，还有一寡资源安尼。好，但是未来咧，我感觉第2点，我早起感觉就是讲，咱用遮济气力、遮济人、遮济钱去办迄个活动，搁伫袂歹的场地，就是迄个咩华山文创园区，就是一般游客嘛会去的所在。但是去参观的民众，嘛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是今仔是补班日啦，今仔台湾爱上班，无我想的遐尔济，当然嘛袂当讲真少，但是嘛无遐尔济感觉，无迄种人安尼足济，大家拢一扑扑的迄种感觉安尼，所以表示讲咱未来啦，未来的台语运动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要安怎吸引，要安怎甲这原本无咧讲台语的人拢吸入来讲台语，原本无咧写台语、无咧看台语的人拢吸入来看台语、写台语，趁着政府支持的这个势，
因为咱知影，总统大选毋知影结果会安怎嘛，但是就是目前咱的市面也是袂歹啦，但是趁咱市面圣经讲啊，就爱趁这个日时啊，加做寡工课，因为暗时若来啊，咱就无法度做啊，对吧？就看袂着啊，所以咱趁即马爱安怎吸引更较侪人，互伊入来讲台语，原本无咧讲诶，讲台语，原本350啊讲诶，变成足接讲诶安尼所以我想这是未来真重要诶任务花西咧，伫即部分啦就是做出真大诶贡献安尼咱若看即个台语诶影片啦教台语诶影片其实无偌济人有法度像花西安尼吸引遮尔济观众来看，而且我知我逐家啦看到花西影片，我听到人咧讲讲有够感动诶啦就是因会去花西诶迄个影片诶内容。感动着安尼感动着，所以用这种感情的方式去吸引人吸引人，我感觉效果足好诶。毋若是伫 YouTube 顶面啦，花西我伊最近搬来台中，我足欢喜诶因为我伫台中因为伊拢会去学校内底去爆米香，互学生食学生足爱啊学生足爱爆米香以后，就个甲学生讲台语，就是用新式诶方法。教学生台语，所以咱无论是伫迄个学校诶系统内底去推送互遮个细汉囡仔台语，也是伫媒体面顶推送互遮个一般诶大众，我感觉花西拢有即几年啦，就是即两方面拢有真大诶影响力，所以今仔日伊会当得到即个咱诶台语文化大赛奖我感觉是实在是就是无辜负即个奖啦，即个奖确实是应该爱颁互伊安尼伫遮先恭喜樱花兄啦恭喜花西樱花兄嘛鼓励你继续拍拼继续拍拼咱大家嘛是未来啦我感觉真重要诶任务就是咱要安怎甲台语宣传出去安尼愈来愈侪人爱用，大家做伙来拍拼嘛恭喜花西我就先讲到遮，感谢。韩教授迄个请准备纠正嘿迄个信涵老师，敢会当拜托你甲纠正2者？先讲一下，即个足水诶海翁啊，今日有一寡朋友新来，毋知影，即个足水诶海翁诶图是即个龙光兄因诶公主啦专工为着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设计足水诶安尼即个海翁即个 logo 所来我就来念即个奖状啦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语文化大赛奖，感谢赖英华为台语文化为台语文化，迄个迄我即摆小老岁仔嘛代言为台语文化代言安尼好。多谢信涵老师咱即马敢请迄个花西敢会当发表一点得奖诶感想？感谢咱在场各位台语文诶友志，咱各位老先辈真欢喜有即个机会参大家同齐来开讲啦着即个奖着即个奖真感谢大家互我肯定毋过我无足确定讲是毋是这是一个讲颁互我是一个真应该的奖，因为自上头讲19年我开始做一寡影片，我感觉真侪民众来看这影片是因为感觉稀罕，因感觉讲哪有一个人会晓讲客，会晓讲台语，又搁会晓讲英语事实咱大家知影讲，这是因为咱即马无一个正常诶语言环境若是伫一个真正讲多文化诶国家比如讲瑞士即寡所在，你要找着讲会晓讲2个本土语言，搁会晓讲一个英语诶人，即款人应该世界满时才对啦歹势我无特别想讲，咱即回得奖诶即个
着想的即个感言要讲啥，我想要啥就讲啥，然后差不多3-5分钟的时间，咱当做讲咱安尼面对面开讲安尼。因即阵仔我的生活变做是一个full time，就是100%的时间拢咧做老爸啊。安怎讲，就是因为即摆阮某咧上班，阮甲马路口送去日本学校，这嘛参拄则信涵老师讲的话题有一寡牵连，就是我即阵仔拢一直咧想一个问题，就是用台语思考的人，佮过偌久会完全消失？因为咱看咱在座诚侪老先輩，像陈瑞丹老先生，咱一世人讲台语的，恁一定拢是用台语思考的人。毋过其实我家己知影我毋是。我为2019年开始，完全100%，我的生活当中无佮使用中国语，佮呾伫要死当啊。毋过佮呾我知影讲，我100%台语的生活过，佮呾我永远毋是一个用台语咧思考的人。对我来讲，迄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伫我青少年的迄个时期，互我即个人决定我未来即世人是安怎。因为我伫讲中国语的学校安尼规路读起来，我读讲中国语的册读20外档，我已经无法度甲中国语为我的头壳内底送出去，就准我已经4天的时间毋捌讲中国语，嘛是安尼。为着安尼，阮煞落来想要请一个会用台湾话思考的囝，阮竟然爱甲伊送去日本学校，为着一个无中国语的环境。咱看即个规个社会咧讲台湾话比例，即马是愈来愈低，愈来愈低。你若看即摆的国小，凡是会晓讲台湾话的囡仔，也有差不多7%至8%左右。毋过，这是会晓讲哦。你问即寡囡仔，因敢有用台湾话咧思考？我想应该是无啊。我想应该是无。用台湾话咧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即摆也有。毋过用台湾话思考的囡仔，已经算是绝种。安尼咱若是未来讲咱即个语言，虽然讲也有人会晓讲，毋过所有即个语言的使用者，拢是甲你当作 second language 咧使用。安尼即个语言，伊到底有啥物未来？这是我最近咧想的问题。阮实际的作为，就是想要甲阮查某囝请做一个用台语思考的人。为着安尼，阮爱甲伊送去日本学校，日本学校贵松松，阮某着爱做长个时间去上班，我伫厝诶100%的时间咧款即间厝带囡仔安尼，这是我即阵仔咧思考的问题。意思讲，歹势，今仔日着上的即个都效我应该敢像是爱讲一寡较欢喜、较乐观、较对未来有一寡望的话讲来到就变做袂输讲足叮当。这嘛是啦，需要咱大家同齐来思考，看敢有一个啥物解决的方法。时间差不多到讲一个较趣味的，就是差不多2个月前，阮走去高雄爆米香，伫主管遐讲有一个嘛是即摆住伫咧美国台湾的乡亲，伊名讲叫做张家豪，伊讲未来若是有机会，想要甲阮叫去美国爆米香。我问讲，爆米香机器要安怎过去？你器材要安怎？伊讲，迄有钱拢做会到。我讲，安尼足趣味，我连租一只 caravan， 有无？caravan 后壁拖咧，爆米香的器材拢囥伫车顶，规个美国甲踅一轮，规个美国甲踅一轮，踅海岸，自头蹦到尾，又搁走去东海岸，规个蹦起来，有无安尼？美国踅一轮，阮着差不多1-2个月时间，拢住伫美国，四界蹦米香互台湾的乡亲，应该嘛是袂歹。若有人熟悉着即个张家豪，应该甲伊参详，看觅咱安怎互即件代志来发生。多谢大家。嘛恭喜阿华师吼，咱即马过来要办第2个赏吼，第2个赏是8月2赏，即个赏是要颁发互林克同团队，颁奖人吼是张福珠医师，张医师伊是现任台湾罗马尼协会的会长，伊嘛有伫高雄医学院开台语文的课。我即马着甲时间交互张医师。各位好朋友，先拜大家阮伫台湾应该是讲暗安。我是张福珠吼，我伫高雄医学院伫教迄个医学台语吼。我今仔日要迄个发赏吼，即个林柏同牧师啦吼，林柏同团队伊的
理由就是讲，伊最近这几冬来一直在做迄个台文新眼光吼，台文新眼光啊，这是一份教会迄个出版品吼啊，主要是白话字写吼。啊，咱知影讲，即个白话字是即个上帝早来台湾的福音吼啊，已经是对160年代到即马已经是超过150档啊。啊，即个长老教会系统一直拢是用即个白话字做即个正式的官方的文献吼，啊，一直到即个1969去互中国国民党甲禁了，啊，所以伫差不多1993吼，即个长老教会就甲即个白话字甲废掉，啊，就改用现代的华文吼，啊，即个代志，对台湾来讲，即款代志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足大的伤害啦吼。台湾人自甲当伊一直拢互人殖民统治嘛吼，所以无啥物主体性啦。哦，台湾的一寡文化、一寡价值观、一寡思考，啥物拢是来统治的人互咱的。啊，拢总台湾咱的先辈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资产，就是敢若白话字尔。吼，啊，白话字搁去互长老教会甲废掉去吼，这讲起来实在是相当无彩，相当无奈啊，相当大的即个损失啦。因为咱的祖先实际上伊有建立出来，咱看较会着的、较有意义的，啊嘛有实用的，就是敢若白话字这个资料尔。啊，想袂到去互长老教会甲废掉去，啊，这感觉是真伤心啦吼。因为长老教会甲炸入来，结果家己甲废掉吼，这个代志，老实讲，我到即摆还阁无法度理解啦。哦，你若讲是外来政权甲咱废掉，啊，咱就无话讲，啊，咱就较少人，咱也无刀，咱也无钱吼，啊，就去互欺负，去互拍，去互刣，啊，到尾也无去，无话讲，啊，结果是咱家己甲废掉，这我较安怎想，我就想袂通吼。啊，我的老师就是电子教牧师吼，伊捌写过一篇叫做《上届最有台湾意识的长老教会出着歹子孙》啦。哦，啊，即摆我要讲的，就是我要发这个想吼，林碧堂牧师传道吼，是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伫长老教会内底大部分人拢无搁再咧使用即个白话字，甚至嘛无搁再咧使用母语，哦，不管伊母语是原住民是客语是台语。大部分人即摆拢咧使用华语，包含讲伊伫迄个学校咧教册，甚至讲伫教堂咧牧会，嘛拢使用华语吼。啊，安尼甲咱台湾的现实是有足大的无共。咱台湾的现实就是咱有足侪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文化，上重要是咱有无共款的语言。吼，咱的原住民16族有43种语言。啊，咱的客话嘛有6种的语言，啊，咱的台语上少嘛有内山腔甲海口腔，哦，遮尔多元的物件，啊，结果大家拢甲单调，啊，甲咱留一个中国话，吼，啊，这个中国话留起来，我有时啊会较，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吼，啊，我会较注重讲台湾的医生的先拜因的传统是安怎。哦，咱的医生的先拜伫1920年代吼，就开始有台湾文化协会啊，开始嘛有人主张讲着爱用母语吼，啊，看是要用汉字还是用罗马字，拢有人主张吼。啊，毋过咱到即马100档啊，煞
这坚持煞拢啊一直无去，敢若剩一个华语留落来。我感觉是足无彩，啊嘛真伤心啦吼。所以我也要颁这个赏，互这个碧堂牧师、碧堂传道吼。意义就是讲，伊一直坚持，就爱用白话字，爱用台语来传道吼。伊所伫教会公报内底所编的即个台文新眼光嘛几落档啊吼。所以借即个机会，一方面甲伊肯定，嘛一方面就是甲咱所有台湾的乡亲时代呼吁讲，咱着爱继续使用咱的母语吼。这是第一点吼，第二点我要表示的观点就是讲，一个语言若敢若会晓讲会晓听吼，安尼绝对是无够格，终归尾仔就是拢无去啦。所以咱一定爱会晓读，搁会晓写，会晓读，搁会晓写吼。就那亲像咱学日本话啦，学英语，还是学华语嘛好，咱拢是敢若，咱拢是不但会晓听会晓讲，咱嘛会晓读会晓写。但是咱对咱的母语，敢若会晓听会晓讲就好啊。这点我感觉是足无正确的吼，甚至讲较实在，就是咱家己看袂起咱家己。咱若看会起咱家己，咱应该会晓讲会晓听以外，搁爱会晓读会晓写，而且搁爱有得写，因为你有得写落去，你才会留落你的语类，留落你的语序，留落你的文献。后摆咱的子孙检采50档、100档后，因若发现讲，对吼，咱台湾人咱爱用咱的母语才好。安尼因要到时要搁读的时，咱留落来资料，因才有材料通好读、通好写、通好学。就若像犹太人去用灭国2000档，现怎因到尾啊，复国建国了，因有法度摕到 Nobel Prize， 因为因虽然去用灭国，去互人拍线、四线去逐所在，毋过因的语言、因的宗教、因的文化，拢一直有留落来。上要紧的是，因有留落因的文献。所以咱这先拜啊，台湾人也好，不但爱会晓讲、会晓听，搁爱会晓读，搁爱会晓写，而且爱有得写，这就要紧。你写落，才会发现讲，我有一寡观念我袂晓写。因为我的头壳底台语词有限，你爱去想办法解决，去找资料，去甲人请教。准讲找无资料，请教无材料，你嘛爱有责任去创造新的语词。就是安尼，咱一直累积咱的语词，咱后摆咱的子孙若讲要来读咱的，要继续做咱的母语，因才有材料，有迄个资料，通好继续做落去。这是我上界大的感慨吼。我嘛要感谢，要恭喜这个碧堂传道，伊有做这台文新眼光的资料吼，得到咱大家肯定吼。多谢，我用广告遮就好，多谢。咱嘛请摕纠正出来。咱即马吼请迄个副主委处，你敢要甲迄个纠正小可念一下？好，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白话字赏，表扬林碧堂编辑台文新眼光，传承白话字家庭，恭喜！多谢恭喜吼！咱即马敢会当请迄个碧堂牧师来甲咱致辞讲几句话来。我接到张医师的电话的时阵，伊讲我得奖，我感觉这非常的艰苦心，嘛非常的见笑。第二个牧师嘛是我的老师，伊迄篇论文的落尾讲长老教会敢出着歹子孙，伊的结论是讲长老教会的信徒就是一般的人尔啦。台湾社会生到啥物款，信徒就生到啥物款啦。所以家己的文化废除嘛是无要无紧，这是伊的结论啊。毋过吼，
做一个有意识的台湾人，我认为袂当安尼做啦。我真欢喜伫加拿大的时阵有去台湾人的教会，所以会当知影阿母甲其他的人。为加拿大转来了后，我就伫报社内底做工课。可能因为伫报社，所以才有法度读到以前的物件，拢是白话字。啊，佮有以前伫新行业训练，我会当用白话字来写，会当用读。做一个台湾人的家长，我讲阮囝爱会晓读白话字，5岁开始甲教，为会晓认车牌开始，教了了后，真正就会晓台语，公报嘛拢读有。最近我来到台中，伫一个教会咧做牧师，我甲阮囝带去，甲4大人做伙，80岁以上伫教会出入的。因看到即本白话字的教材，拢讲啊，30-40年无读啊，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怀念，讲因要转去复习。我认为，我深深体会讲，有白话字的传承，会当互祖孙拢做伙斗阵，无世代的继位，这非常要紧。所以。即马4大人会晓用白话字，囡仔嘛会晓。啊，中迄阵的，因为读中国册读济啊，所以袂晓。我在想，即代是毋是家己放弃，重新起做另外一个世代？啊，这敢有可能？我要请教大家的意见。好，多谢大家。因为歹势吼，因为头拄仔迄张相片阮无翕着吼，所以拜托碧玲，敢会当佮甲纠正摕出来？OK 好，咱第三个奖吼是要颁发比较文化奖吼，啊得奖的人是叫阿天吼。要颁奖的人是陈良光先生，陈良光先生。我即马甲时间交互良光兄。大家平安我伫遮我要用即个咱即个台湾文化赏的时代意义来甲大家思考一寡问题伫咧。咱顶边开始办即个赏是2021年嘛咱有办7个赏来2023年，而且咧办即个赏的时阵，咧筹备的时阵，我会家己问讲到底咱办即个台湾文化赏有啥物目的有啥物意义所以我是起先我是想到2项啦第一项就是讲，咱即马的台湾文化面临长期的危机啦。我先来讲台湾文化，不爱讲台语文化。一个语言伫短的时间互我来政治、政权甲消灭的时阵，咱即种的文化敢会当讲，抑阁是咱的台湾文化，这是大家来想的问题啦所以咱伫即个2022年，听讲是统计上台湾出世囡仔的母语已经毋是台语伫即个时代点咱来办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赏，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的目的就是讲咱要来鼓励即个民间草根台语文的工作者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呢？这就是讲，即马伫台湾咧做语言也好、艺文也好、剧场、电影，因足侪拢爱安那，拢爱去考，甲政府请钱咱台湾人拢足相信讲政治若解决，语言就解决一向咱拢安尼，所以咱甲钱拢捐互咧竞选的候选人颠倒咧做文化，这草根文化工作者，因摕到的报赏非常的少，
因用足济的，因若用遐个物件用华语去做检测，因会当得到10倍、10倍、100倍的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报赏。总是因是要选择用台语来做因的遮个文化工作哈。所以我是感觉讲，伫即个意义的中间，伫即个第二点的目的，咱就是讲要来鼓励即个民间佮草根的文化工作者。因为若是讲台湾就讲安那咧，食人的饭，还人的问啦吼。所以若是去甲政府要请钱的时阵，伊中华民国伊固定一个政治的含文化的一个走向，所以是毋是讲咱的即个纳税金的钱，互政府甲咱主导去咱的文化的走向吼，所以是第2点的意义吼。第3点的时代意义吼，我是感觉讲即个，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吼，所以即个咱社区的观念已经重新界定啦，所以亲像咱伫遮，咱来自无共款的国家吼，无共款的年代，因为啥物款？因为咱就是用台语来咧讲，所以是即摆变成讲咱咧讲台语社区的人，无一定伫台湾，嘿，所以是伫世界各地，咱有即个，因为有即个 internet 有即个网络的智慧，咱变做讲咱有一个新的即个台语的世界的即个台语社区来存在这嘛是算一个时代意义第三个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即马即个时代是为政治觉醒到即个语言文化觉醒的新的时代亲像今仔日咱办即个比较文化赏，张阿天检测咱会想讲，到底是啥物款？是啥物比较文化赏其实我是会感觉讲，我想真侪海外台湾人会感觉安尼，就是讲你离开家己的母文化了，去真正去活伫一个新的文化，你伫生活中你又去比较，我较早伫我的母文化内面是安尼，人新的文化的内面是安那的时，颠倒对家己的文化的了解，经过有一个比较了后，对家己的文化会阁有较深刻的一层认捌啦。我想确定陈瑞兄检测伊加减嘛是会有即种的认捌对。所以咱即边咱经4个赏第一个赏咱就是肯定讲即个台语文化大赛。其实咱是感谢伊啦，感谢即个阿华西我和阿华西第一面见面是伫走去德北，我和伊完全无熟悉，就和信涵特别赛车去，伫遐我要和伊见面的主要的目的是我要送伊一本咱23届世界台湾文化营迄本手册互伊，佮送一支迄个台语文化大赛迄支笔尖互伊，无拍算自迄天了，我看伊伫即个 YouTube 也好，伫电视台也好伊拢戴一个头巾，迄个头巾下边拢干一支即个世界迄个台语文化大赛迄支笔尖，所以我是感觉讲，虽然迄天阮敢若交谈无几分钟，检测30分钟、40分钟，参加离阮迄个交谈迄个啥物人迄个米啦。嘛已经过身去，嘛是算讲足少年，佮足有动力的一个台语文化的迄个台语文化的推广者。所以是阮安尼短的时间了，我伫安尼见摆看到伊的 YouTube， 也是公共场合出现，伊个台语文化大赛拢挂条条。咱迄个台语文化大赛是定量的，咱有敢若印100支，每一支拢有编号，正讲真正有咧执行讲挂即支印章，肯定讲，若拄着人来讲好，咱用台语来讲，我是台语文化大赛，我想是阿华西即个人，所以
今仔日严格来讲，毋是讲咱颁奖互伊啦吼，是讲咱即个台语吼，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是个代表咱台语族来感谢阿华西安尼为台语文化来代言啦吼。啊，第二个赏咱拄则有讲过，就是讲白话字赏吼。啊，伊个白话字赏，伊毋是讲凊彩讲伊有去写白话字，伊是用白话字做家庭教育，吼。这是真无简单吼。除了讲台语了后，伊阁用真正用白话字去做家庭教育。啊，即码而且利用即个机会吼，我会感觉讲爱鼓励讲大家去台中，离介成是中兴大学的校区边啊，吼。啊，伊遐开始去就开始有儿童主入学，吼，有听伊讲，即马已经有一寡台中区的遮个母语家庭的囡仔吼，啊，已经开始已经教会无会吼。啊，我这是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讲咱即个长老教会检采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即马离教会外一大群即个少年囡仔，因即个文化意识觉醒，因咧找无找无场所，通互因个囡仔去聚会。啊，咱长老教会离台湾千外间，遐个设施敢袂当讲开放来顾即个囡仔，所以咱也开始有办即个儿童主入学，啊起来伊慢慢来大汉啊，来会变做中学生的即个高中生、大学生的即个团契起来啊，到尾比较变有社青啊，所以咱就毋免去烦恼讲，哇惨啊！咱教会要何去何从啊？了，即个老人来死去了，啊，即马要变做安那？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碧洞遐，我想是一个上帝真好的安排啊，互伊会当去到即个台中的所在，啊，搁离大学的校园遮尔近啦啊，咱个另外迄个奖，咱就是颁互即个，因即摆已经成立即个协会啊叫做台湾台语路协会。按即个协会性质是啥物款呢？因就是拢是组织遮少年爸母用办野餐还是讲做伙去参观博物馆，就是这活动拢用台语来举行，毋是讲伫遐咧教台语，是用台语来咧生活，就检采就讲若去博物馆、美术馆参观，就去要求讲这导览员，你着爱用台语来做导览，安尼即个中间就是甲台语甲伊生活化，毋是要甲伊博物馆化，讲转来到即个张华天得奖的即个意义。伊个爸母拢是外省人，伊还袂一岁就来到美国。其实伊伫台湾生活的时间到18岁进前，可能干那2-3冬。你若讲要伊的认同，咱来讲伊足甲讲台语，敢采伊的认同，敢会是台湾人。我含伊佫讲较深以后，我嘛无一定是安尼啦所以。确定啊，检采伊会家己讲伊一寡的分享嘛无一定，毋过我会感觉讲，这个拄啊印证着讲咱即个台湾文化赏的时代意义的即个中间，就讲咱的即个台语的社区已经重新界定啊啦迄变成无一定讲是本来是台语族的人会去讲台语啦，即外族的人嘛是会来讲台语，佫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到尾伊的即个对政治觉醒到文化觉醒，即个展出就是安尼嘛就是讲伊当然伊是我袂当替伊讲话毋过我会认识的内面，就是讲因为伊是算一个会使讲各地球村的人啦所以带过足侪无共款的所在，包括讲西班语的世界讲越南语的世界讲华语的世界，伫美国的社区讲黑人英语的世界，敢讲台语的世界，所以有真深入去体会到
才会比较会无共，所以伊检查伊讲伊对台湾文化、台语文化才会认识含咱一般会有一寡较无共的所在吼，伊无一定正确，啊，毋过伊会当提供咱对咱母语文化一个吼，更较深刻一个反省，也是认识吼，所以就是用安尼我来介绍即个比较文化赏，咱赏互即个张阿天即个意义。好，多谢我讲到遮。请准备纠正。梁光耀，你敢要甲纠正小可念一下？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赏即个比较文化赏，表扬张阿天翻译台语文学和英语世界。我就念到遮吼。因为咱可能来安尼讲，会感觉敢翻译一寡台语文学互英语世界，安尼就功劳偌大。其实若是有理解即个过程的人，因为我有参加有即个过程，要甲咱台语文学翻译做互英语世界吼，迄内面的美角实在是有够侪，包括拢迄地名、人名，包括讲咱台湾话免翻做英语，是要用台湾语是台湾语，还是 Formosan， 遮拢爱有遮个历史遮个历史的后壁的遮个意义，爱去思考，所以好，安尼我就甲。咱即马迄个请迄个阿天先生，敢要小可指出？好，大家好。我要感谢陈文成基金会，我要感谢梁光兄，我要感谢台语网甲 LA 台湾会馆，互我会当行这条路。我要特别纪念第一代的挑工的台湾人。1950年代、1945年代，特别是陈志雄先生今日拄好是伊的生日。阁有石刷红女士，虽然伊落尾选择要行另外一条路，我要特别感谢第一代和第二代挑工写，因毋是第一代写台文的人，毋过因是第一代挑工写台文。第二代挑工写台文的人，才会先辈。我要感谢郑仁伟教授，我要感谢陈雷先生、林俊玉长老、杨文彦教授，以外也有真侪先辈。感谢因带咱行为台湾民主的路，我的经验反正无特别丰富啦，毋过会使讲是甲大部分的人也是有我，会使将我遮个经验互共。互咱各个友志有道理哦。我本来是咧讲到这无做清楚，我感觉伊可能网络有一点仔问题吼。要紧，哈另外伊也要补充的时阵，咱拜托伊补充。咱即马
天你遐网络继续无足顺，你敢有要搁补充？OK，无咱即马继续吼，咱着第四个赏吼。咱第四个赏是叫做母语传承赏。咱是要办互一个团体吼，叫做台湾台语路协会。要办赏的人是单雷作家单雷。我即马着甲时间交互吴医师单雷。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设计这个赏吼。多谢进前几若位讲话的前辈吼，互我想到一则代志。我要讲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赏的这个论坛的背景进前吼，我先来讲一则短短的故事吼。我是爱讲故事的人，但是这则故事是真正的代志吼，所以甲这个咱的论坛的工作有关系啦吼。这个故事吼，就是10几年前尔，无偌伫 Mexico 吼，迄个尤肯塔迄个半岛顶悬一个所在，真小的所在，叫做埃亚巴吼。这个所在几千年以来拢讲因当地的话，叫做埃亚巴语吼。10几年前，这个所在剩2个老人会晓讲因的话。这2个老人住伫同一个家啊，但是呢，因为因个人的关系，2个人无相借问，无讲话，真无彩。全世界剩2个人会晓讲埃亚帕的话，但是个人的关系煞无彩，剩的几档，全世界最后的埃亚帕的话，伫最后2个埃亚帕人死进前就已经断去啊。这是一个实在的故事。我感觉甲咱今仔日在做的代志真有关系。好，咱20-30年前，台湾社会的台语的状况就是有耳无喙，侪人会晓讲，会晓听，袂晓讲。或者是毋讲，安尼过一代了后，即摆真侪人变做无耳阁无喙，袂晓讲阁袂晓听。也无偌久进前吼，咱拢会记着台湾立法院有立法委员用台语质询，变做大条新闻闹甲袂收线，即款的代志吼，假使伫英国的国会用英语质询，或者日本的国会用日语质询，敢会有即款的反应？当然袂啊！伫英国国会、日本国会用英语、日语，无用即个语言来质询的时阵，才是大条新闻。所以吼，为即件小小的代志，咱会当足清楚看到，咱讲话的能力、权利甲空间，已经受到足彻底的破坏、侵害。要安怎甲即个语言的权利甲空间收倒转来，讨倒转来？这当然是毋是轻松，毋是短期咱做会到。
会当期待完成诶代志。过去30-40档诶经验，甲咱讲，咱袂当完全靠体制诶力量来完成即项代志，咱着爱靠家己，即个草根诶合作，亲像最后诶2个阿亚巴人，因着爱讲话，加载咱现代诶科技，互咱真好诶工具，会当利用现代科技，咱也会当做真侪诶代志。亲像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安尼，伫即个现代资讯网络诶顶悬设一个平台，开发一个空间，会当用台语自由讲话，讨论台湾文化、台湾人诶代志诶空间甲机会。咱伫即款诶平台顶悬，就世界地球村各地诶朋友来讨论咱要讨论诶代志，特别是台湾诶代志，来比较世界诶文化，来欣赏咱台湾诶文化。即个咱若坚持即款诶方式，轻轻仔来甲台语诶能力甲空间渐渐拍开，咱就会当甲咱诶语言佫捡倒转来。即个其实咱即款诶工作毋定是安尼尔，咱若甲咱诶语言甲能力捡倒转来了后，咱会佫较捡着咱诶文化转来。拄则像老教授讲诶，语言甲文化是同一个物件，袂当分开诶物件。真久以来，咱台语甲台湾文化拢互人囥伫一个真限制诶空间，敢若囥伫学术研究、专家演讲，或者是挂扛棒广告迄款诶限制诶空间内底。希望咱经过即个像即款论坛诶空间，咱坚持用台语讨论台湾诶代志，一骹一步，上尾啊，咱会当甲台语、当时台湾文化为即个有限诶空间透放出来，互伊变做咱逐日看会着、听会着、摸会着诶物件，变做活诶物件。这其实就是即摆现代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甲过来诶伫台湾共款诶即个网络诶平台所会当做，而且我相信所做会到诶代志。恭喜今仔日3位得奖诶人，甲一个得奖诶团队，因为因是最后诶阿亚巴人诶草根诶力量。多谢。谢单位，多谢吴医师，请准备奖状。代表台湾台语路协会来领奖诶是领赏诶是立璇董立璇。吴医师敢要甲奖状小念一下？
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母语传承赏，牵囡仔诶手，行台语路。咱要肯定因鼓吹母语家庭诶时间，多谢。吼，多谢恭喜迄个即个团体入选吼，请入选来历史。主持人秀婉姐啊，陈瑞老师，阁有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台语路协会的理事长党立贤，哦，迄个应该是立贤，嘿，对对对。好，今日要来遮迄个讲话，其实足紧张的，因为大家等下听我讲话，就知我的台语绝对是程度无介好的。因为阮即代的就是算是受害者啦吼，受害者啦，因为阮就是我家己细汉，我爸母嘛无对我讲台语，颠倒是生做人爸母了后，才有即个觉醒。毋过今日我毋是代表我家己，我是要代表阮的台语路的团队来遮甲来感谢即个世界文化奖甲2023年的母语传承奖吼，颁互台湾台语路协会。第一个，阮是想要感谢侪先进伫过去足艰难的环境中，艰辛打拼，为阮争取到真无简单的成果。这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了后，伊才做一个足有力的基础。虽然离理想阁足遥远的，毋过阮会为就是先进的经验中学习，继续打拼，嘛请大家多多指教。第二个是想要感谢所有无放弃台语对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因为家庭是母语传承的基本单位。毋过现代的家长因就是大家真正足无用，现代的家长压力足大，要请养囡仔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代志。伫即个对本土语言无友善的大环境之下，有愿意选择即条无简单的路，有意识的对囡仔讲母语、讲台语，这是需要足大的信念甲意志力，吼。所以，阮想要感谢遮个人互相支持，同齐向前，至少互台语无完全断伫阮即代。第三个，我就想要感谢阮家己吼，就是台语路共学团的团员，尤其是有加入协会的事工。伫咧足辛苦饲囝的生活中，又愿意奉献家己的时间、家己的专长的家长。遮个人无咧计较收入的吼，大家甘心为母语打拼，拄着问题就积极去解决，袂互相牵拖，专业分工，主动补位。所以阮一个小小的团队才会使做遮尔济工课。台语路想要做的，就是拄则信涵老师讲的。想要互无咧讲台语的人，尤其是家长开始思考即件代志，愿意开始讲。所以，阮用台语办趣味的亲子体验活动，用绘本讲台语，用绘本讲囡仔故啦，用就是全台语讲故，安尼声亲子来听来讲，佮用流行音乐的水准来做囡仔歌，想要互一般的家长教师愿意使用安尼教材。后礼拜六2月25号。阮阁要甲台湾科学教育馆合办母语家庭生活节，迄天现场会有20几个为囡仔设计的单啊，有科学的、手工的、生态的、技术的，佮有舞台节目、音乐会，就是希望会使吸引一般民众，来拍开因对台语的印象。重点是迄天，就是阮即个活动现场是真正用母语咧生活的大人甲囡仔咧主持的，毋是干那为着迄天。咧做表演的，这可能是阮的即个母语活动甲大部分的母语活动足大的差别安尼。昨暝阮的即个筹备小组才开会开到半暝2点，这个家长实在是足使人敬佩的。真荣幸啊！当然我嘛是其中一个啦吼。好，所以最后是想要感谢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对阮台语路的肯定。
包括讲即摆有大会有颁发奖金，互阮的协会，这是对阮非常实际的支持。阮台语路经过5年的累积，即马有人有经验，有热情有专业，是希望会使透过遮有组织的推广活动、推广工课吼，拍醒愈较侪人对母语的意识。所以，阮会好好运用遮个资源，继续拍拼，落力。咱即马拜托迄个碧玲吼，甲4位得奖的人刷去stage 吼，咱要翕一张团体相。要翕相哦，恁笑者。咱刷落去吼，咱要有邀请2000就是2年前吼得奖得奖人吼来讲一寡鼓励甲祝福的话。我知影第一位是理工曲基金会的陈凤辉老师，但是陈凤辉老师伊介绍临时有代志，伊有送一段录音来，敢会当拜托品质来放这段录音。世界台湾文化赏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列为先进。今年的得奖人有志，大家出头天。凤辉真欢喜听到今年有几若位得奖人通摕到这个奖。咱这个奖真有意义，在奖励多方面推广咱的语文的运动者。除了甲台语文学作品翻译做英文版，互国际搁较有机会接触咱台语文学以外，其他几个得奖人会使讲，拢是拍拼落实台语家庭的友志。尤其是台湾台语路协会，串联台湾各地的亲子共学团，组织发起一个搁一个的台语消费者运动，包含伫去年底大选进程，鼓舞各级候选人签署语言评权连书书等等，是侪台语家长掠带囡仔的时间芳。分工合作经营的成果，我要甲咱遮的得奖人赞声，嘛要甲遮的友志说谢。咱继续做伙拍拼，继续战落去，一直到咱的语言出头天。感谢。阿辉吼，嘛多谢迄个品质吼来帮咱放即个录音带。第2位吼，咱应该是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吴宗信教授，但是我无看到伊啥人入来宗信教授敢有伫遮？伊有讲要来，伊2天前得奖吼，可能临时有代志吼，伊无入来吼。第3位吼，咱请迄个。就是台语文开发的工程师，也是台语博览会的负责人吼，夏米。夏米伊有录一段迄个 video 吼，咱拜托迄个信涵老师来放，好无？大家好，我是夏米，台文家新闻记者发起者，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支持。大先感谢主办单位邀请，嘛恭喜即摆有得奖的友志。即摆奖项真有意义，得奖者呢，个人拢是顾台语文在生活。台语文要搁活，上要紧的，就是逐个人拢伫生活呢实践。特别是个人，要伫中华民国实名语教育的环境，顾台语文生活，差不多逐工目睭闭紧，精神了后，就爱甲对敌相战。我嘛共一样。即摆增加白话字赏。对台语文实践者有大大鼓舞。当咱看会到愈来愈侪少年家伫网络学白话字普文，嘛愈来愈侪父母教囡仔读白话字来学台语，嘛有学生伫学校学白话字写笔记。遮个友志力量真细，无政府资源通分，社会德嘛无利益，意志线上坚定。咱语文要搁活。定着爱继续甲因鼓舞，嘛爱斗阵行。捡起着奖者，我嘛推荐大家
支持两个民间团体做伙来讲台语，算甲好嘛嘛好无？协会，甲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即两个协会嘛共款需要大家来斗鼓舞。以上，感谢。呀，多谢下你吼。咱最后阁有一位吼，就是成功大学台语文学系的蒋维文教授，维文教授要来甲大家鼓励祝福。维文老师。好，主持人秀婉姐，佮有所有线上的来宾，大家暗安早安，大家平安出头天。即届呢真欢喜来遮代表咱两当前得奖者呢来甲咱3位个人以及一个团体呢来做一个恭喜吼。咱即届呢得奖的遮个人甲团体拢有伊独特的即个特色伫的吼。大胜咱即个阿华西呢，伊透过即个媒体即部分来宣传咱台语文，还佫有即个多元文化，嘛落实伫家庭内底，我相信这嘛是值得咱甲肯定第二位，咱碧东兄碧东牧师呢，伊嘛是为家庭做起呢，为白话字遮做起这嘛是真重要这我嘛要呼应咱碧东兄伊的实践因为我伫厝嘛是囡仔自细汉3、4岁就开始ABC 白话字就开始教我两个囡仔呢，一个叫做讲台语第二个小弟呢，本来我想讲伊若是做囡仔，我要叫做讲母语啦结果第二个都嘛是查甫的所以无都叫讲母语所以呢第二个叫做讲台湾啦两个呢，我也甲做测试拢差不多呢，就是我3、4岁就甲教白话字拢到甲7岁就是读小学1年，然后伊拢有来考咱成大办的即个白话字检定，两个拢共款拢初级就过最近拄好即个原仔呢嘛拄好7岁嘛是来考，嘛是拢共款拢会过所以呢，这证明讲咱若自细汉有甲教，台语也顾会起来，书写文字白话字嘛是顾会起来无问题甚至因两个拢会感觉讲迄汉字足歹学的逐摆若要写校的作业拢艰苦坐挂若罗马字伊读得足简单的，足轻巧的像我着拢互伊读即个咱大乐会出版即阿凤仪的即个5度的空间伊着拢足欢喜读的也是讲遐专了，伊真得读得足欢喜的若迄汉字的伊感觉读得足艰苦的伊拄好嘛呼应着咱碧东兄伊的即个家庭教育。第3位阿天兄阿天即部分嘛是伊嘛是多元文化有诚侪即个文化的经验即部分呢嘛确实会当来丰富着咱台湾，互咱有诚侪即个真好的即个利益着最后咱即个团体呢，台湾台语路协会这嘛是亲子家庭真重要的实践即部分嘛是进前我嘛是即个伫咱南部有咧推动着即个亲子的部分但是做了诚有限我感觉咱即届台北的即个台湾台语路协会做了诚成功做了诚积极真值得咱甲肯定当然拄则即个虾米所讲着嘛，佫有其他的相关团体嘛是拢真辛苦嘛拢做了真好咱拢做伙来甲因肯定以上呢这是我对咱即届得奖者的一个真肯定嘛就是真感谢因的拍拼因为咱即摆呢是咧甲时间伫相拼啦咧拼时间啦拼看是咱赢也是咱若输去台语就输去安尼就死迄个袂顶袂动所以咱是咧甲时间来咧相拼好，搁一届感谢3位即个个人以及一个团体多谢努力。多谢迄个维文教授维文老师，即马是迄个台湾的时间12点半咱今仔日的颁奖典礼咱就到遮正式结束多谢大家来参加嘛着恭喜得奖者搁
多谢迄个来颁奖的，甲迄个甲因鼓励勉励的人吼。所以咱今仔日诶颁奖典礼到遮正式结束吼。我补充一个意见，敢好？好，你讲何主医师你讲。是啊，咱还未结束的呢，咱还佫有现场 Q&A 的人。对，但是迄个因若要离开会当先离开，要佫 Q&A 会使留落来，嘿。就是中信嘛入来哦。中信入来。中信 ，OK， 我先较换，拜托互中信先讲，怪何主医师讲，好无？何主医师先讲嘛。迄个中信是太空，伊是太空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吼。伊即马吼，因为我熟悉中信的时阵吼，伊打转去台湾咧教册，无想到吼，即10几冬吼，伊安尼愈迄个愈做愈好吼，逐个拢叫伊火箭伯啊，因为伊伫台就用台语演讲吼。咱即马请中信，嘿，迄个教授你会使讲。各位先生大家好，我中信，歹势我较晚入来，足欢喜我想这一届参加这，我想看到大家遮尔闹热，大家遮拍拼，大家足甘心的吼。我想大家拢伫无共的，全世界无共所在，继续替咱台语文化咧继续拍拼，大家继续加油，多谢。多谢，吴教授，你讲遮对哦。对，我讲对。你敢要小可讲你迄个太空中心，我一日拢有看到恁的开幕感觉做。对，我其实，我差不多是2021年8月，我甲接这个太空中心主任嘛。过去我的经验就是讲，我阵后出去外口，就是有创立一间火箭公司离校。尾我想的可能是爱推用国家的力量，所以伫迄阵思考了后，来接这个太空中心的主任。真趣味就是讲这太空中心伊本来叫做英语叫做 NSPO，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吼。伊的汉名叫做国家太空中心。其实这我想是伫天时地利吼。人和种种的主管甲客观的环境的配合，小英总统也足支持，佫加上原本正的这个科技部长吴政中，伊其实足支持，所以阮都顺利就是台湾伊2冬前通过这太空发展，叫太空发展法吼，然后佫成立这太空中心伊的设置条例。拄顺序过的时阵，我先不只坚持甲名换英语换做 TASA 吼，叫做台湾 Space Agency。其实伫差不多2礼拜前，其实美国的国务院阮咧沟通的，伊其实甲台湾看成做是一个有太空机构的国家。其实伫今年差不多4月中，尤其是阮会受邀去美国的 Colorado Springs 吼，有一个叫做太空 Space Symposium， 伊真趣味，甲我差不多15分钟介绍台湾的 TASA，伊迄个 session 叫做 Emerging Space Nations， 所以其实我想这2-3冬我想伫美国甲台湾种种的关系的主管客观，伊渐渐已经甲台湾看做是一个。真正是完整的国家，上个伫太空这块以后，因国务院的沟通是直接甲台湾的 TASA 直接沟通。那像因即马甲韩国的 CARI， 佮甲日本的 JAXA 共款是即种的运作模式啊。所以当然足侪名分上佮无人佮做公开，但是实务上其实我想这2-3冬，而且小英总统佮我想萧美琴大使。种种大家拢有咧拍拼，所以希望大家去继续支持希望伫未来4冬，咱台湾人用家己的火箭送家己的卫星入去地球的轨道吼。反正以后咱台湾嘛法度用家己的火箭去月亮啊。不过台湾就是算一个真小的国家，我想迄阵若当去爱甲台语落我一个大大火箭顶悬。这是我的问题。以上。大家做拍拼，
多谢迄个中心教授吼，互咱真大诶鼓励吼，咱正式颁奖是到遮，恁若总讲有人有啥物 feedback 吼，你想要讲，你会使举手吼，拄则迄个互助医师敢是有诶，嘿。我有一个建议啦，即摆是高科技的时代，咱爱好好利用即个高科技。譬如讲，几冬来，我就一直伫 Facebook 底下写简单的台语白话字。你知影台语你遐写起，伊是机器人伫处理的，伫看，伫处理。伊普通拢会甲你当做迄是越南话啦，就甲你翻译伊的意思。伊会问你讲安尼翻译你有满意无？你就甲伊讲无满意。一摆、两摆、三摆拢无满意。若足侪人伫写拢无满意。机器人伊会 feedback， 伊会甲迄管理人，就是甲真正的人讲，即个太逐摆拢无满意，这是啥物问题？遐个管理员就会去处理讲。这到底是啥？慢慢因就发现这就是台语白话字。安尼伊有可能会甲机器人教台语白话字。安尼咱利用这个高科技。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即摆 ChatGPT 出来啊。我即几工拢一直甲伊开讲。我有甲伊写用汉字写，用英语写，我嘛有用白话字写。我用白话字写讲，你会晓台语无？伊伫遐想几步，伊讲歹势，我毋知影你咧讲啥。我就写讲你会晓台语白话字，用汉字写。伊佫想一下讲，台语就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台语白话字就是台湾人伫台湾的所在，因用汉字咧写台语的即个口语。我甲伊讲，我用英语甲伊讲，毋对，你拢毋对啊！即个台语白话字，拢总伫亚洲这边有8000万人在用，已经超过150档啊。所以你爱去学即个物件，你袂使啥物拢毋捌。ChatGPT 就甲我回答讲，歹势，我的回答若互你无满意，我真歹势。我就搁附一个 Wikipedia 内底有关台语白话字的 link 互伊，伊甲我讲，真多谢，安尼我会来去学。所以就是讲，咱爱利用高科技，因为伊既然甲是所有的 AI， 咱就甲正面甲调节，安尼就是，若大家拢安尼做，因就是会去注重咱即个台语白话字，若安尼高科技就会替咱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真好的工具，我会建议大家安尼去使用，多谢。当补充一个回应迄个互助医师的话无？你讲安怎？无，我讲我回应一个啦，我分享一个物件啦吼。OK。因为我有去掠迄个 GPT 嘛就是我有去download即个软体来用啦我就有问伊讲就我点仔秀伫荧幕面顶，我讲请问白话字有啥物文学作品？下面这就是 ChatGPT 互我的迄个回应安尼。其实伊检采加减看有白话字啦，检采加减看有白话字，你看伊会写讲我的白话字文学无啥物品就是讲伊的资料库内底可能找无啥物作品啦。我是一个啥物莲花，我毋知伊咧写啥啦，伊罗马字无。白话字无遐尔好，但是至少 AI 就是讲伊减会晓白话字啦，其实伊是无解错误真济啦，袂像咱打开始学尔。所以未来要安怎互即个类似即种的 AI 的，所以华语讲啥物生成式的 AI 啦就是伊会家己学习的 AI， 会当讲。台语这嘛是我最近即几工咧思考的问题，因为我是大概一礼拜前才download来算的安尼，这是我的分享啦，感谢。安尼你即个有可能就是我
我互伊资料了，伊才去学的，真可能，因为我差不多2礼拜前甲伊讲遐个代志啊，嘿，所以咱爱做就是你继续甲伊讲，像你即摆伊甲你回答啊，你会甲伊讲啊，你拍的白话字有一寡对，有一寡毋对，你敢要搁改进，还是安怎？反正你著甲呛就对啊啦，你著甲呛，伊就会去修改，啊修改了尾啊，安尼咱就有去利用着即个工具，因为即个工具 AI 伊若真正有法度完全处理的时，咱迄个白话字所累积的100外档的文献，伊拢会去学着啊。啊，若安尼后摆咱的子孙若要使用的时，会加真方便。因为我知影，阮后生伫迄个 Apple 咧做工程师，我知影迄个 Apple 的 Siri， 伊已经有一部分的台语听有啊。像我的 Apple Watch， 我有时仔咧讲啥时，伊会甲你讲，This is the information I found。我就甲伊讲，歹势，我无咧甲你讲话，伊个会甲你回答。你看，伊个讲啊，所以咱利用 AI 啦，利用 AI。多谢辅助医师吼，啊，辅助医师啊，咱即马迄个 Ohio 的林玉虎医师有举手吼，林玉虎医师。我是咧头早咱有咧讲即台语生活化啦吼，啊，互我想着讲，迄个咱嘛会当参伫美国参款，有迄个 Japanese Town， 还是 China Town， 啊内底迄个看板拢写中文以外，嘛搁写英文，所以咱若有找一寡讲有相反心情的人，业者来讲，因为即个看板嘛会当用台文。无当去伊个 menu， 因为即个菜单嘛会当加即个台文落，互咱生活确实会当去接受即个台文安尼。还是讲菜市仔咧卖菜，几项仔菜互台文写，这是我一个fantasy 啦吼。啊，毋知恁台湾恁知想啥款安尼吼 OK， 好，我今仔看有人要回应，我有看到吴医师举手。这个问题请教大家吼，听讲有要出版这个台湾版的 Chat AI 吼，毋知有人有较小可有这个关这方面的资料无？听讲，你人会当回答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有咧做，毋知是中研院还是中科院，毋知倒一个，迄可能吴教授较清楚嘿。我简单补充一下吼，迄个。国科会主迄吴正中，伊蹛3工前，今仔拜5，拜3、拜4我袂记，伊有早起有一个新春的记者会，伊内底讲，咱要家己做台湾的迄个 GPT 啊，我应该是我一个朋友，伊对威斯康星转来咧主导，伊叫做我个名想歹讲，伊是阳明交大老师啦，啊，伊迄嘛是较早遐台湾同学会，啊，因可能看尾年底进前，咱先推出一版无，啊，若无因为中国后个月因就杀出简易版的，啊，迄对台湾的，我即马先莫讲是台语啊是中文的代志，迄对台湾的冲击会足大的。你若是完全到尾啊，若是因台湾无家己的一个版本吼。伊出来物件拢是独裁的，这对即摆囡仔影响也足恐怖的。而且即摆当咧行，所以台湾伊家己可能今年会家己出家己的版本，啊是我一个朋友，好朋友伊可能咧主导即个计划啊。以上。我是感觉这后来会变做原住民的即个统战的工具啊，足可怕，足可怕。这冲击就非常大，足大。像阮迄一个老师，我国不补充下，阮迄老师伊顶礼拜伊做一个实验吼，伊迄专业啊要等一个学术的国际会议吼，啊因为迄是迄个 F 哪写铁料尔，啊伊全部用这个 GPT 写，但已经接受啊，就是讲伊咧写 introduction 啥，即个物件你甚至比一个教授写来更较周照。
啊，当然伊若是内底讲着结果，伊就较无法度，伊佫无法度思考啦，伊无法度推导。啊，但是伊对一寡知识性诶物件，伊比即马任何一个教授咧写一个物件，伊考虑了非常非常诶周全。像我咧写物件，有哪写专，有哪你会当东当西吼，啊，伊迄是非常周全，但是佫无推导诶能力啦，所以佫无 derivation 诶能力，啊，更佫无法思考，但是其他诶，即个冲击足恐怖诶，以上。啊，咱有可能伊互台湾版诶嘛有会晓看台语，敢有可能？伊即马是无啥，但是这其实嘛有可能，伊共款诶 algorithm。我迄个朋友，伊若差不多因做一阵啊了，我会当来甲伊讲看下。伊其实啊，但是我想，伊一寡动用诶人力可能就毋是初步，我就毋知伊遐做安怎，但是因为即种生成性诶 AI 啊，吼，伊咧学语言，其实比一般人咧学啊，吼，还是讲传统诶无需要大量诶语料库迄种方法。我听资深诶朋友讲，敢若加足简单诶呢，就是讲，嘿，所以其实听讲无遐困难，可以看有遐度。我去甲试安尼啦吼，即摆用罗马字还是汉字来search功能啦吼。如果你用白话字去甲search 卤肉饭，吼，含过用汉字去甲search 卤肉饭吼，有两个无共款诶结果，因为用罗马字search诶人少，所以你search出来诶时阵，你会排较头前，会较简单。我即摆是还袂去试 GTP 啦，是用普通诶，啊，而且佫毋若干有相片出来。佫免哪做，佫甲你教，所以我是鼓励讲，咱即马大家会晓白话字诶，尽量用标准诶白话字去 search， 因为吼，咱若讲看即个量吼，你若讲按这时间点落来，咱正式写诶白话字变做讲有足侪文献伫遐嘛，吼，啊，所以即马若是讲咱白话字较侪人去 search， 伊慢慢啊，即个 AI 咧学会真紧啦。啊，当然我无反对用汉字去用，毋过就是现实上就是有即种诶问题。你用汉字search有可能去走去中国诶网站，哈，这有遮个因端伫内底。另外一个问题，讲即个 Chat AI 就是讲吼，伊是毋是会当像讲中国版诶啊，甲台湾版，伊是毋是让即个创作者吼，是毋是会当超工放错误诶？即个 information 入去啦，吼，变做人之间的即个工具啦，是毋是有即个可能？就可能变一个文化的战争哦。嘿，对，语言以外，就是迄个 content 本身吼。哦，咱内底毋知讲有人对即方面吼，佫较内行诶。咱来可能来请迄个 Meta 迄个单评人，过来讲看卖单评人，吓，咱来请伊来，吼，看讲若这台语要安怎做，对咱较有利，检查因有一寡想法。啊，迄个张医师，啊，恁后生伫阿婆遐，看会当来请来，有人来贡献一下啊，请来论坛贡献一下，敢会当邀请会着？伊讲无方便啦，因为因敢若有啥物契约啊啥吼。即摆就是要互大公司白条条对啦。嘿，我捌甲问过啦，伊讲伊无方便啦。顶回吼，即个单评人嘛有来啦吼，啊，伊是讲用一个方法是诚好，伊就是讲工程师吼学台语的经验啦，啊，所以伊是无讲伊是伫迄个 Facebook 上班。啊，毋过伊阁去邀请一个台的即个伊的合作人吼，啊来分享。啊，所以伊是无讲伫倒一台上班，啊，毋过因会当针对因的专业知识来分析，啊，无讲因公司的代志。检查你用安尼甲讲看卖啊，吼，嘛是看因会使无安尼。应该是因若是去有甲公司申请嘛是会使哩啦，但是迄个手续吼。较麻烦啦，伊若无希望引起一寡额外的困扰啦，吼。即马感觉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啊，我知影台湾迄间特别一点嘛，真歹势嘿。
呀，我会当针对迄个拄则迄个林艺术兄吼，咧讲的迄个用台语做品牌的这个吼，其实拄则迄个阿花西吼，因可能伊几下款，伊下面牵手哦，这13台湾搁伫遮吼。我感觉即摆上好的方式就是讲 T-shirt 还是帽啊，遐个 logo 用台语来写，所以因即摆已经创造一个叫做台罗证书的品牌是毋是？你敢无方便要来讲一下？讲恁的西装即个设计品牌设计，你叫啥物人？就是即个阿华西因牵手。大家好，我是13。阮这无算一个品牌，只是阮家己私底下去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即领衫。阮上主要的起源点吼，是因为阮时常伫无共的所在，看到阮有兴趣的议题，阮拢会用台文落去留话。有一寡敢若会晓写中文的人，就会来甲阮加讲。台罗警察，是台罗证书，又搁来乱也是啥？阮想讲，既然安尼，恁知影阮是啥物款人，阮不如就甲即个名收落来用，当做是阮家己认家己人的一个标志，安尼。我想了一句话，你先互我念者。好。无，台罗证书又搁来咯，你敢知我念啥？这就是阮当初是想要做技术衫，技术衫的理念呢。要开 video 一个，互阮看到你即束衫。我知影今仔阿华仔有穿啦，但是你敢会当搁互阮逐个看较清楚诶。台罗证书，嘿，有呀，是安那乌较细汉。呀 ，OK， 好，真好，嘿。我台湾语。阮有迄着，嘿，多谢分享。我相信台湾的人足忝啊，已经1点啊，所以咱即马台湾的人伊也准讲要离开会使吼，我相信咱今仔日节目嘛差不多到遮，我即马甲录影停起来吼，